即卖少年人哦，拢是网络世代。家扶基金会针对9岁到18岁的囡仔网络社群的使用来进行调查，发现讲有超过2成的囡仔捌点入去超过18岁才会当看的网站。有专家嘛，真烦恼讲一寡电影音乐对囡仔会有无好的影响。 即马是数位时代，囡仔人用网络、用手机拢真做生活的一部分。家扶基金会为着了解离校使用网络社群的情形，针对9岁到18岁的囡仔做16000多份的调查。调查发现讲，离校上爱用的网络社群，摕到头名是 YouTube， 第2名是面册，第3是 Line， 第4名是抖音。也若囡仔长时间使用网络，父母看袂落去，就会造成亲子的冲突。 在家长教养这件事情上面，我们大概有一个明确的原则跟管理的态度是蛮重要的。我们看到比较担心的，其实是有一些人际上互动的技巧，或者是人际关系的品质本来就不好，所以这个部分你就会发现他的问题不是网络，而是回到他自己人际的这个问题。家扶基金会嘛表示，抖音伫高中生内底是真受欢迎。针对抖音内底有抖音挑战，嘛发生过不幸的事件。执行长是表示讲，因为抖音的信息较短，较烦恼囡仔无法度分辨顶面的资讯是对的也是唔对。确实会担心有一些资讯是不是正确的，或者是引发一些仿效，或者是比较不正确的一些观念或行为，这是我们所去持续在关注。调查嘛发现讲，有4成的离校，大家使用网络社群会超过2点钟；有1成6的离校用超过5点钟；佮有21%的离校捌点入去超过18岁才会使看的网页；佮有14%的人捌伫网页看到恐怖的内容。家扶表示 ，Z 世代来临，甲传统的教育方式还无同，家长要安怎教囡仔，确实是一个新的挑战。心理师是建议家长，若发现囡仔去互网络买去，敢若介意点网络的虚拟世界，家长就爱去了解囡仔的人际关系，看敢是拄着困难。记者柯嘉轩、贾桂林台北采访报道。